事情奥妙，就是唱三摆。第三节咧歌词，着按住跳舞、拍鼓、弹琴、作乐，拢总是无在。好，来，咱开始。兄弟，就信我来定主兄弟，就信我来定主兄弟，就信我来定欢喜出声，就我乐意。不叫我关明，这技术真奥妙，不叫我关明，这技术真奥妙，不叫我关明，这技术真奥妙，就欢喜出声，就我乐意。就不跳舞，拍鼓弹琴作乐，就不跳舞，拍鼓弹琴作乐，就不跳舞，拍鼓弹琴作乐，就欢喜出声，就我乐意。阮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阮大山出声欢喜学乐，阮大山出声欢喜出声，就我乐意。咱真正会真欢喜，跳舞、出声、弹琴，拢有个做伙三角来倒主。头去安尼想过紧无？创袂过来。啊？太快了，好像很快。哎，好，那我们稍微再慢一点点。把它张开拿一下。定主兄弟，就是我来定主兄弟，就是我来定主兄弟，就是我来定欢喜出声，就我乐意。听我关明，听技术是奥妙，不叫我关明。这技术真奥妙，不叫我关明，这技术真奥妙，就欢喜出声，就我乐意。定主跳舞，拍鼓弹琴作乐，定主跳舞，拍鼓弹琴作乐，定主跳舞，拍鼓弹琴作乐，就欢喜出声，出声乐意。阮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阮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阮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就欢喜出声，就我乐意。就我了经历，讲比心看世界，思要照情义，讲比心看世界，思要照情义，讲比心看世界，就欢喜出声，就我乐意。安尼较袂喘吼。好，那请咱准备先三角来预备。
请大家安静心准备，要开始礼拜，请你唱手机啊，切到静音还是震动。全地啊，就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歌
欢喜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属于伊，咱是伊的子民，也是无养的羊群。这是咱用圣诗17首，着主上帝唱新歌来阿罗上主，请起立。永主上帝。请大家安静心，咱做伙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只是全能的上帝。当阮到你的面前，头服落地来敬拜你，学落你的名，万物拢是你创造的，拢属于伊。愿阳光归伫你，只是恳求你，互阮在你的面前有安静的心，来敬拜你，来群对你。全能的阿爸天父，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常常得罪你。独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怜悯人的主啊，阮为着一切过失，心中愁苦，恳求你少年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互阮即个热天内面有一个平静安宁的心。天父啊，求你的圣神临到阮的内心，教示阮知家己的软弱，求你互阮有清洁的心，甲正洁的灵，来跟对你，来服侍你，来举你的十字架，来跟对你。当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在礼拜中引带阮，开立阮的耳孔甲心目，来听你的话语，来在即个热天，互阮知安怎会当平静，会当安稳。感谢你，学罗你。即时，阮做伙用你教示的，阮的祈祷讲：
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荣光归向本上帝。这时，咱来考语。今日考语文是出伫考语文17篇，考语文17篇是出伫诗篇65篇。我来考，请大家记。上帝啊，人着伫西安称赞你，搁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罪压倒我。毋过我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踮伫你的园，即款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压肥，土地真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你管压苍园，收平土地。落够夜的雨水，互土肉软软。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得地，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地。山头用欢喜做大鞋，草埔用羊裙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这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这时要来读上帝的话。今日圣经是出自马可福音第8章27到38节。我先用现代台语和日本2021年版来。耶稣甲伊的门徒去凯撒利亚菲律宾附近的商圈，伫路中，伊问因讲：人讲我是啥物人？因应讲：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嘛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耶稣阁问因讲：恁啊，恁讲我是啥物人？彼得应讲：你是基督。耶稣命令因千万毋通对人讲起伊的代志。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讲：人子一定着受真济苦难，互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阁互人害死。第三日后，阁活。伊将即个代志清清楚楚甲因讲。彼得就扭耶稣去边仔，甲伊责备。耶稣活过来，看门徒，责备彼得讲：撒旦，闪开！你想的
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缀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因为要救家己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救着性命。人得着全世界，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伫即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人若因为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人子伫伊的爸的阴光中，甲圣天使来临的时，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接着我用和合本2010年版再念一遍。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他问门徒：“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对他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他：“你是基督。”于是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起他。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3天后复活。”耶稣明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心意，而是体贴人的意思。”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缘故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愿上帝将伊的话刻在咱的心中，做咱是的。这时要请周氏小组来学录，因要学录的诗歌是《我心航行》。为家乡。
这水的歌声达到上帝的面前。这时要请大专中心姚牧师来进道。伊要进道的题目是：你愿意跟从吗？将时间交给姚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工作者姚宣珍，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来到咱的教会，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今仔日也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感谢教会开放这个机会，互学生中心会当来遮请安。伫遮我想代表学生中心各位牧长啊，各有兄弟姊妹表达阮的感谢，因为有恁长期的支持啊，阁有带导，学生中心才会当伫北区的校园一直咧做大专的事工，陪伴真侪学生来行信仰的道路。今年嘛是真特别的一年，是学生中心的70周年。但是这70周年毋但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70周年，嘛是全台湾大专事工的70周年。等一下，我嘛会伫讲道的中间，甲大家分享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即摆意向啊，阁有需要，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带导。愿上帝今仔日，互咱每一个人会当伫伊的话语中，通思想被万心，来思想伊的话语。愿阁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知影家己毋是完全的人，有真软弱的时阵。但是求你伫即个时刻，收束你的圣神来引带，互阮领受你亲身要对阮所讲的话。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段的经文，是耶稣甲门徒要去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路途。即段路途是耶稣伊要被办去耶路撒冷受苦的开始。伫即段的路程中间，耶稣就甲伊的门徒问讲：别人拢怎样讨论我是啥物人啊？耶稣的门徒就一人一句讲因所听到的答案。门徒就讲：耶稣老师，有人讲你是约翰，嘛有人讲你是以利亚呢，阁有人讲你是先知。耶稣听了后，就搁一摆真严肃，甲门徒问：那咧？恁认为我是啥物人？耶稣搁一摆问伊的门徒：恁认为我是啥物人？这时彼得就讲：老师，你是基督。伫经文上来就讲，耶稣伊千交代万交代，叫伊的门徒：恁毋通对别人讲起我是基督这项事，因为耶稣甲门徒的对话。显出耶稣伊真正的身份。耶稣会安尼交代，嘛显出彼得伊所讲的即个答案是正确的。毋过彼得甲门徒因认为的基督，甲耶稣所讲的基督，敢真正共款吗？即阵门徒因认为的基督，甲耶稣所要表达的基督，敢是真正同款的基督吗？耶稣的教示，经文记载耶稣的教示，这是伊第一摆预言伊将来要面对的状况。耶稣伊真清楚讲出伊的受苦，伊互长老、祭司长，还佫有经学教师弃绝，佫互人杀死，但是第3日会佫活。彼得听着耶稣安尼讲了后，彼得伊认为耶稣你咧讲笑话吧，所以彼得伊就甲耶稣揪到边啊，伊开始咧责备耶稣，伊佫口劝耶稣讲：你毋通往白讲啦。毋过耶稣伊嘛是遮尔啊简单的接受彼得伊的责备啊，佫有口劝。耶稣伊就回头看所有的门徒。伊甲彼得骂讲：
撒旦提起你后壁，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干那体贴人的意思。煞来耶稣就甲门徒还佫有伫现场的众人叫过来。耶稣伊讲，要对我的人，着完全看无家己，压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中文的版本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伊个进一步用得到性命甲失去性命来解说，伊讲即句话的意思。毋过彼得甲门徒，敢真正听有耶稣的意思吗？完全看无家己，佮压家己的十字架来对耶稣是啥物意思呢？彼得甲门徒真正听有耶稣在讲啥吗？咱伫教会中，相信大家加减拢有团契，也是小组的生活，还佫有经验，对无？毋知大家的小组也是团契，伫年尾的时阵，是毋是会去检讨过去一年团契也是小组有对需要调整无？是毋是伫年尾的时阵，佫会讨论新的一年团契还佫有小组，佫要做啥物新的代志无？伫我家己所带的团契内面，我有机会带一群学生，伫年初的时阵去办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会成功的起行，是因为学生伊发现因的团契，改成真正有所在需要去调整，感觉应该开一段时间，好好啊来讨论。去想讲团契应该要怎样来改变，所以我和学生就讨论讲，那呢，咱就来办一个退休会好啊。伫这个退休会，除了是大家做伙读圣经、做伙分享，我带学生出去耍。上重要的是，伫这3天内面，我甲学生开1天的时间，专心去讨论。团契影响我，阁有未来，就亲像我拄则讲的，团契内面真侪学生，因发现因的团契需要做一寡改变。伫第2天，我和学生咧讨论的时阵，我就问学生讲：恁认为？我就问学生讲：恁大家对团契有啥物款的想象？我问他们：你们对自己的团契有什么样的想象呢？不论你是刚进来的新生，或者是你已经在这个团契很久了，你对团契有什么样的想象呢？还是你觉得这个团契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吗？这群学生就想想的，因就把因所想到的答案写起来。写起来了后，就大家做斗阵来分享。伫学生的分享内面，我整理出因有2个共同的答案。第一项是，我的学生认为讲，团契聚会袂当伤无聊。第2项是，因认为团契的人数搁爱较侪。有这2个答案，是因为学生认为较好耍。较趣味的聚会内容，才会当来吸引人参加团契。有人来参加团契，团契人数才会开始增加，安尼才袂互团契的因为没有人而结束。然后我就甲因问讲，若是用上帝的价值观，用上帝个价值观来看团契。恁认为团契上重要的物件是啥物呢？一个团契应该注重的是啥物？在我的学生分享完他们的答案之后，我用另外一个角度问他们，我问他们说：若是我们用
上帝的眼光，用上帝国的价值观来看我们的团契或者是小组，你们认为团契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们认为团契应该要在意、应该要去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想团契的人数侪少，还佫有聚会内容，拢是属伫团契外在，是大家拢会当真简单看到的物件。团契的人数跟聚会的内容是一个很简单，让外面的人检视的一个外在的样子。不过，这个外在的物件，迄是属伫世界的价值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真简单会讲去评估一个团契经营好，还是经营无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一个团契好歹，一个小组的好歹，敢若是用安尼外在来评估吗？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是用这样的世界的标准，用人数的多少，用团契的内容好不好玩来评估我们的团契跟小组经营的好不好吗？我想应该不是吧。我想团契除了有外在会当互人看到，团契内在的物件，团契迄个核心的东西，应该才是上重要的。一个团契的内在，一个团契的核心，这个物件应该显出团契伊真特别的所在。学校的学生团契。那个核心不同于大学社团或者是外面社团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这个特别的所在到底是啥物？我想就亲像伫经文中耶稣所讲的，团契的契友，这个小组的组员是一支跟对耶稣的人。团契跟小组的组成是一群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群人是完全看无家己，也家己是不是来对耶稣的这群人。我的学生听到我安尼讲了后，因的表情看起来足怀疑的，嘛看起来介像听无，就亲像耶稣的运动同款。我想我的学生心内一定想讲。敢讲用人数、用聚会内容来评估团契好歹袂使吗？我想，若是耶稣的温度，嘛有安尼同款的怀疑，就亲像甲耶稣对话了后，温度是愈来愈听无耶稣在讲啥。咱倒来到经文中。当彼得伊讲耶稣，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这是啥物意思呢？彼得会咱安尼讲，就表示对彼得还有规个犹太人的群体来讲，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是一位会当救因脱离罗马统治的救主。彼得他会说：“耶稣，你是基督。”老师，你是基督，这代表着彼得和整个犹太人的群体对耶稣这个角色，他们认为耶稣就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王啊，这样的一个可以救我们脱离罗马统治的一个王。彼得甲门徒因对耶稣的认同是会当打败罗马的君王。但是，这不是耶稣真正的身份，所以耶稣就命令伊唔通对别人讲起伊的代志。伫经文的上后一段，为彼得听到耶稣讲语言的反应，就是伊的反应，就是甲耶稣摇到边啊。
为安尼的行为来看，就会当发现彼得甲门徒认为的基督，甲耶稣所要讲的、所表现出来的基督是完全无共的。耶稣伊的身份那个工作，甲犹太人所期待是完全无共款的。犹太人的期待是一个真车野、真有能力，会当打败罗马的君王。毋过耶稣伊家己讲，我的身份是一位受苦、搁会死亡的君王。彼得甲耶稣又到边仔安尼的行为，就表明彼得伊掠家己心内所想的最上好。伊认为耶稣黑白讲，伊就顺续甲耶稣教示一个。换一句话来讲，彼得伊敢若关心伊家己心内对弥赛亚即个君王伊的理解佮有期待。伊去拒绝耶稣所讲的即个真正的基督、真正的弥赛亚。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行为举止，不论是他所说的话，或者是他把耶稣拉到一旁说话的这样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彼得他自己心中、自己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对救世主弥赛亚的想象。可是这样的一个想象，却跟耶稣所说的真正的救主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彼得却认为自己所想的才是正确的，而这样子就会让彼得拒绝了耶稣所说的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救主。为这来看，上帝的事甲人的事，真正有真大的冲突。意思是讲，上帝国所展现的价值观，上帝国所旨意的代志，甲咱人所想的有真大的差别。安尼的差别，佫互人真歹来接受。特别是人伫生活中会咱看见的行为举止，当咱看到的时阵，迄个冲突是佫较大的。上帝国的事情跟我们人所想的事情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而这些事情若是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其实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一个冲突。就亲像彼得伊用家己的想法来定义耶稣基督，伊佫甲耶稣骂，所以反倒转来耶稣伊嘛甲彼得骂。伊就甲彼得骂讲：“你到底是较伫意人的代志，还是较伫意上帝的代志啊？”所以伫经文中35节就讲，耶稣后来讲耶稣后来讲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性命的，会救着性命。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既然掠世界的价值观甲家己最忠心的人，对伊来讲，死亡就是一件爱伊警醒的提醒。一个人若是把世界的价值观，还有自己放在这个生命的中心，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讲，死亡这件事情，就是要提醒他，你不能再这样了，你要转变一下你的心中的所想，你的想法。这个亲像36节啊到37节所讲的，人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什么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人若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耶稣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看无家己，也家己的是价来对我，看无家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舍己只是把部分的自己牺牲掉而已吗？这样就足够了吗？
我想看无家己的意思，是无用家己的价值观来度量，无掠家己做中心，佮放弃人所相信的快乐、关系、计算、人际关系、价值观、人的荣耀、人的身份，无佮互家己成做性命的主宰。所谓的舍己，它不是只是牺牲自己的某一个部分，而是他谈到我们不再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甚至我们不再抓住我们所相信的权势、算计、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价值观、荣耀、我们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不让自己再一次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雅各嘅十字架是演说耶稣，伊讲看无家己的价值。耶稣要爱人学习，亲像伊共款，甚至是为着上帝国的价值观来牺牲、受苦，互人弃杀。这才是真正的门徒应该爱有的性命的典现。舍己之外，耶稣谈到要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的意思是说，耶稣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可以为了上帝国的价值观牺牲，甚至受到不好的对待，或者是被别人不喜欢。而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展现，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影大家是怎样来看家己的团契还是小组？你是用上帝的价值观来看，还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看？我家己所带这个学生的团契，这个学生对团契的想象、对团契的想法，是互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所以因真容易、真简单的定义团契的人数、团契来聚会来用，足简单的定义安尼的代志，因无一定是会去注重、会去看重团契的内在。但是我甲学生讲，定义这物件袂要紧，这物件毋是讲伊无重要，伊嘛足重要的。但是上重要的物件是，伫这个团契内面，每一个人因性命的展现是做啥物款？在团契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只有人数，不是只有团契的内容这些东西而已，而是这个团契带给团契里面的人生命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改变所展现出来的不一样，这才是团契或者是小组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当互人愿意一直参与的团契，也是小组，是因为信用带来正面的影响，互契友、互小组员伊的生命产生改变，所以吸引人来参加。换一句话来讲，团契若是干那定义人的代志，干那定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真歹互人留踮伫团契也是小组的，嘛有可能会拒绝真正的比赛啊，来带领这个团契。一个可以让人愿意不断参与的团契小组，它是因为信仰的关系，让生命产生改变。所以人会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人的生命，人会有兴趣，所以愿意来参加。而换句话说，若是我们的团契小组只是很在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意我们人的想法，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人留在这个群体里面，留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的。除此之外，也有可能就拒绝了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每一个契友、每一个小组员，伫信用群体开始来认捌耶稣，
了解耶稣的身份，了解耶稣的使命。安尼了解的过程是要展现上帝国的降临。上帝借着耶稣的性命进入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耶稣阁进一步邀请伊的门徒，邀请咱每一个人分享宣扬上帝国，学习看无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耶稣，成做伊的门徒。我甲学生做伙生活，做伙认捌耶稣基督，佮陪伴彼此学习跟对耶稣基督，通伫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款式。这是现在学生中心真重要的印象。这是我要分享学生中心现在的状况，还有时间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好，在我们全国大专中心，其实不是只有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在全国总共有14个大专中心，然后里面包含了3个原住民的大专中心，我们一同关心外地就学或者是在地就学的学生，让每一位学生能够在大学这样一个花花世界里面，有很多吸引人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仍然继续有信仰的生活，继续有信仰的团体，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一起来认识这一份信仰。那台北大专学生中心不是只有学生中心而已，我们也包含了很多学生的团契，总共目前有19个学生团契，然后还有一个联合的学生团契，再加上长期支持我们的小云之友，我们的后援会。那学生中心其实跟总会大专事工委员会是不同的组织，我们是一同合作的关系，我们一起办全国的营会。比如说寒假的圣经神学研究班，或者是暑假的童工训练营等等的，就是针对全国学生的一个活动。那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由一个北区大专事工委员会来共同关心以及协助的。那这个委员会是从七星中会跟台北中会的校园事工部派牧长来一同组成的，然后由这一群委员会当中的牧长协助我们，关心我们所需要的，那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那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个委员会，很重要的是在中会当中的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学生中心很大的支持。那我们目前我们的学生中心有8位同工，有包含了2位七星中会的牧师的同工，就是我本人跟我伯贤传道，然后还有北中的同工恩玉传道，然后也是宜兰在地的女婿，对，他的太太是在立泽简教会聚会，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新慈传道，那还有全职辅导。所谓的全职辅导，就是以前在大专被牧养的一群的毕业的社青，然后他们愿意回来成为学生中心的同工，继续的陪伴他的学弟妹，一起在大学里面继续的来分享信仰，寻找信仰。所以他们愿意回来，与我们一同同工，然后协助这群大学生。然后还有很重要的，除了我们第一线的6位同工带团契之外，行政同工也是我们很大的助力。我们有2位行政同工，一位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协助的，另外一位就是网络的小编。那网络的小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接触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网络是接触年轻人很重要的媒介，所以我们邀请了一位同工专职来做这样的一个企划服饰这样。那在我自己从2019进到学生中心到现在，大概5年多的时间。那在这几年里面，我们的有团契增减，我刚刚说总共有19个团契，
那我们第一线牧养的，刚刚6位同工第一线牧养的，总共有17个团契，另外2个团契是跟学校的校牧室合作，跟马街专校还有真理大学合作，一起牧养学生。那现在我们整个所有的团契总参与的人数，大概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从170个人到大概190，将近200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就是来参加我们的团契。那其实，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者是疫情等等的，我们仍然持续的努力在做这样的一个学生工作。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仍然每个礼拜跟每个团契的学生，我们就是线上的聚会，用各种好玩的方法继续在线上聚会。所以我们的人数其实没有增减的那么的剧烈。那我刚刚提到了，我们所牧养的学生团契的学校，学生所读的学校，其实最南就是台北大学，最北是到马街专校。那目前最东边就是那个基隆地区的。我们共同牧养来自这么多学校的团契学生。那总共17加2个长青团契。那这些团契里面，除了很固定参与在团契里面的这200多位学生之外，200位左右的学生之外，其实因为学校社团或者是课业没有常常来到团契的学生，我们也固定的在关心他们在生活上、在信仰上的需要。那甚至我们也继续的关怀毕业之后的学生，不论是在外地继续就业，或者是回到家乡的学生，我们都继续的关心他们，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你的信仰生活如何啊？等等的，我们持续的关心他们，持续的为着他们的需要来代祷。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其实很感谢上帝，虽然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可是学生总共有27位的学生来受洗。那我想我不是要展现说这27个人好像很厉害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不是，而是我觉得上帝让我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学生生命的改变里面，是一种很荣幸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会做什么，而是上帝让我看见他在这些学生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以至于我可以有更多的反省，更多的思考，我还可以怎么陪伴这群学生。那这27位学生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位福音教师，就是大学的老师，他也因着参与团契，所以他在教会受洗。真的是很感谢上帝，让我们这些工作者可以参与在这样一个上帝这么厉害的一个事情里面。那我们在牧养的这个工作者的角色里面，我们其实有发展出一个牧养的所谓的4观。什么叫4观？就是我们工作者作为培训者，我们关注学生他的思考、思辨，怎么样去想圣经，怎么样去想信仰。那我们作为陪伴者，我们关怀学生内心的需要，我们也协助学生可以在自我或者是在他人的协助之下，有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培育跟协助这样子。那我们作为教导者，我们跟学生建立关系，我们也邀请现在在这种网络世界这么发达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邀请学生重新的面对面跟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邀请，他们跟团契的朋友、团契的契友来建立关系。除了建立关系之外，也培养团契的一个聚集或者是团契的向心力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最后作为实践者，我们邀请学生，我们一同关怀这个社会，我们一同关怀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从信仰去思考，
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我们的信仰做一些什么？虽然说只是学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可是当开始思考、开始愿意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在这个4关里面，我们又发展出了一个策略，是4领域。那我刚刚提到，作为培训者，我们做门徒教育，我们就做查经班、读书会，或者是办一些神学的讲座。那我们在心理关顾的部分，我们有一些营会、灵修祷告会啊，或者是与学生的陪谈。那这个陪谈不是只有我们工作者第一线陪谈，若是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后送的专业人士的一个群体，可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为学生的需要来努力。然后再来实务的装备，我们做同工训练，然后也培养学生怎么样去经营团体、经营团契，然后怎么样从网络世界、从这样的一个3C 产品里面跳出来之后，我要怎么样学习跟真的人去相处，怎么样去讲话、沟通或者是互动。我们也做一些团体动力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做一些团体活动，这是齐眉棍，然后我们也做罗马字班、白话字的一些训练，这是学生自发性，他们对语言、对台语、对自己的母语，甚至不是自己母语的人都非常的有兴趣。然后我们也做会计，就是团契的会计出纳、会长的等等的各种同工的训练。然后我们也鼓励学生，也与学生一起来办同工训练的活动。那在最后一块宣教实践，我们常常说，我常常跟学生鼓励说，我们不是只有被装备啊，我们不是只有不断的吸收、伸手拿别人给我们的东西，而是当我们有被装备之后，我们有能力了，我们要换我们做出行动。我们把我们被装备的这些东西再把它展现出来，这样才会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不论是回到自己的团契，回到自己的信仰群体，甚至是回到教会。那我们就鼓励学生办福音队、土地关怀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也鼓励学生见证分享，在这个大学的4年，甚至是再长一点点，可能有研究所。你的生命怎么样因着信仰、因着上帝改变？你把它写下来或者说出来，办团契的福音茶会，让你身旁的朋友更多的知道这一份信仰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那特别在福音队的部分，其实我们去年去了蛮多的教会的。我们有到苗栗司马县，我们也有到台东初鹿。我们也去了，林口大安教会、台北南门教会、花莲的丰田教会，我们去了蛮多的不同的福音队，然后都是不同性质的。那我们也期待，或许有机会可以再到新的教会做这样的一个福音队的服事。那我们在今年的重点事工，虽然已经来到了年中了，今年的中间已经要7月了。那仍然继续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年是台北大专的70周年，我们为这个70周年取了一个名称叫启示录，意思就是说，回到信仰的初始，信仰的开始，我们怎么样被开启的，然后重新的拾起这一段被开启的回忆。然后继续的陪伴学弟妹，陪伴下一个新的信仰的群体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那我们这个70周年的活动，目前只剩下我们10月5号还没过，10月5号就是我们的感恩礼拜。我们礼拜6下午2点在士林教会，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在这个感恩礼拜里面，感谢上帝能够让
让整个全台湾的大专事工能够持续做大专事工70年，然后甚至我们不是只有过去这70年，我们也一样继续的想要有一个梦想理想，能够继续做70年，继续走下一个70年。那我们也想要在今年开始推动，我们要寻找教会当中的福音的教师，不论是大学的老师或者是高中的老师，那甚至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要有福音教师？那我们是期待可以透过老师在校园里面能够有一个关系连结，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学生。那当然我也知道，就是现在的老师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对，但期待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想可以怎么样做学生的事工。那为什么需要专业人员？在现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之下，那学生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啊，面对的各种的事情，以至于他们的心理的健康、心理的卫生，其实很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来协助。所以我们期待可以有这些专业的人员成为我们的一个关怀的网络，来为这群学生来服侍这群学生。那我们也因着现在的整个学校教育的环境，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大学就是不断的退场，然后或者是整并整合。那我们也在想说，在这个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团契，有没有需要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整合的？那这也是我跟我的同工继续的在不断的讨论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今年我们所需的自筹款其实总共是350万，那这包含了部分的牧职的人事费，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的事工费。那继续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为着我们所需要的经费，然后也为着我刚刚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事工，来邀请你们关心、支持跟代祷。那若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对大专事工有特别的有热情，或者想加入我们的，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的小云之友。它是用信用卡定期定额来支持我们整个每一年的大专事工。好，那在最后再一次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代祷跟支持。我们继续的在邀请跟寻找伙伴教会，与我们一同关怀学生的伙伴教会，然后还有教会中的福音教师，还有专业人员，那以及我们的经费所需，邀请大家继续的来为我们关心代祷。那在这个整个大专事工，其实真的很需要很多人的一同支持啊。虽然说它不是一个会马上可以看见成果的一个事工，但我自己很确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事工。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家里面应该有很多青年人，他们都知道这群未来的青年人是我们未来社会、未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栋梁跟角色。那我会这么说，也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长青团契出身的学生，在10几年前大学参加长青团契，然后被牧养、被陪伴，以至于我的信仰我对我的信仰重新的在思考，对我的信仰重新的再去寻找，然后跟我的生命冲撞跟对话之后，上帝告诉我，就是在这个信仰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开始认识我自己，开始认识上帝。那这都不是短短的4年会造成的一个所带来的影响，而是它是在这4年里面种下种子之后，延续后面这将近10几年的时间，然后成为现在的我。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值得支持的一个事工。所以再一次的邀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代祷，成为我们现代的青年人的支持跟保护者，也让我们一起继续的为主胸怀大志。我们可以画更多的梦想，然后
为这个目标、为这个理想来继续努力。转来到今仔日的经文，耶稣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看无家己，也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想再一次的去强调，再一次的说，舍己不是只有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舍弃掉，不是所谓的舍弃，而是我认为所谓的舍己是不再用自己的价值观衡量，不再让自己成为生命的中心，甚至放弃我们一切所相信的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不论是能力、权势、人际、价值观、身份等等的。最重要的是，不让自己再一次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而是让这一位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而当我们舍己之后，我们要继续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延续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舍己的教导。我们继续的学习像耶稣基督，为了上帝国的价值观牺牲、受痛苦、被人讨厌、被人弃绝，再展现出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样式。虽然我花很多的时间陪伴或者帮助这群学生来寻找信仰，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也在陪伴我寻找我的信仰。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跟我的学生，我们距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知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耶稣基督他还是不断的邀请我，不断的邀请我的学生，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的来跟随他。愿上帝当帮助咱不断去思想反省家己的生命，是不是会当来见证耶稣基督？咱的生命是不是会当让人看见上帝国的展现，佮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用安尼的道路继续来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主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的性命，透放阮伫世界的捆绑，互阮的性命有机会来换新。感谢你通过耶稣的教示，互阮了解，真做门徒跟对耶稣真正足困难的。但是阮也知你的恩典满满，你互阮伫错误中不断地学习，将家己的性命主权交托互你，互你掌管阮的性命。阮阁一摆感谢你，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时，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歌，信息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因专享，请起立。
圣经来确信阮来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跌倒人下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上中高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圣灭，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要来感恩奉献。请尤佩瑜执事甲曾建明执事来施献。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坐。
这时要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出自马太福音第8章第34节，即嘛是台语汉字本2021年版来读，请请。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对我的人，着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马可福音第8章34节。现在我们用和合本2010年版再念一遍，请。于是他叫众人和马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第8章34节。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哈，两位是慧老师的学生，慧老师要介绍一下曾义秀，他们参加我们今天的那个献诗啊，还有陈满。陈满是那个林义君的妈妈，义君的妈妈。那义秀是跟他都是同班，都是我的学生，那他们现在都有来参加周四小组，那我们就邀请他今天来献诗，他一口答应，感谢。好，请坐，谢谢。那还有一位是陈文德，在不在？陈文德先生，在这边。好，欢迎你们。他住在立新街啊。文科的朋友是不是？他是我的同事。文科的。好，欢迎，谢谢。好，我们大家一起看报告啊。今天是北区大专施工主日，所以我们是合堂。那待会有谢谢那个姚牧师来正道，也谢谢他介绍大专中心的施工。我们谢谢姚牧师。我们会后今天有爱餐因为6月份只有这一个合堂，所以我们有爱餐也有庆生会，那大家可以留步一起来参加。那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都不在因为他们到花莲吉安去做退休会，那也求神看顾他们的退休会，保守他们来去的平安。好，那再下一个事项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报告我就不特别这个。我们7月2号开始有这个儿童的夏令营了，那主日学的同工已经在积极的准备。假如你知道你附近的邻居还有小朋友的话，请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一个儿童品格营。那跟校长琼儿校长报名，或者是同工报名。那第4项我就不再重复了，各位可以去桌上拿。那肢体消息方面，我们有几个，一个是24号到26号在那个鹿港有一个圣经诠释营，这是台湾圣经公会办的，林牧师会去参加，他一直在这个诠释营这边参加了很多我们也希望以后他可以为我们来带我们读这个罗马书那30号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欢迎大家去参加，在下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5点，在宜兰教会是区会办的信徒造就会。那非常特别的是，请这个王武忠牧师来跟大家介绍普度众生唯靠耶稣。因为传统信仰是我们每一个人会面对的，特别是农历的7月，所以王牧师在这方面有专长，所以各位可以去听听这一个特别的信仰的造就。那下面几件事情我就不特别再说明了，包括了这暑期的营会还有这个缅甸的宣教师回来那还有的后面请大家自己这个。那第6项是总会的大专事工，在暑假也有办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请学青小组的成员参加
那8月8号在这个暨南教会也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哈，是未婚的这个联谊会啊，这个是蛮特别的哈。那然后女子神学院有办一个，因为女子神学院在我们这边开课，那庄院长特别有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参加马街行脚的巡礼，好不好？那牧师有没有补充的？兄弟平安，平安。搁一届提醒吼，头拄班长有讲到，就是咱迄个30号即个咱的信徒的即个造就会，咱期待咱毋是干那咱去参加，吼，搁较需要是咱邀请咱的福音的朋友，你伫咧，你感觉讲你要邀请你有对迄个人你有负担但是你搁无法度讲清楚讲。伫咧，尤其是伫咧即个民间信仰顶面，伊一寡伊的迄个对伊的足罪的遐个疑问要安怎伫咧迄个中间来讲咱若袂晓讲的时阵，咱就邀请福音朋友来去参加，来帮助因，互因会通安尼，搁一届来脱离迄个伫咧，尤其是伫咧即个农历7月的时阵，伊所带来迄款安尼行行遐遐，你讲想象吼伫咧农历7月的时阵伊既若要出门吼，伊就爱搁看农民历吼，等等遮个所以尤其咱若伫咧拄着遮个民间宗教的朋友，因做迄种毋知要安怎去帮助因的时阵，咱搁毋知要安怎讲吼的时阵，咱会通邀请因同齐来听互咱的即个安尼，尤其伫咧咱的宜兰地区，咱搁有即个。伫咧头城的迄个啥抢姑吼，对无？所以即咱就拢知影讲伫咧咱宜兰地区有真侪遮个信徒应该福音朋友因伫咧即个顶面，因有心中有真侪惊吓，咱会讲透过来参加即个信徒造就会，互因有一寡的帮助。搁个就是伫咧即个具体消息的第5项的部分伊即内面即个这是总会常年事工委员会所办的即个长者的灵性关怀的即个课程吼。伊这是伫咧遐带3暝2工，2暝3工，2暝3工吼。无再搁加1暝，看毋知要去倒。即个课程真好吼，因为毋是干那上主要毋是干那帮助咱家己啦，吼，咱会通透过。毋若是甲帮助别人，咱嘛是会晓帮助咱家己。尤其伫咧咱即个咱年纪中安尼年长了后，咱有侪遮个伫咧咱家己生活上，包括咱的灵性上咱到底要安怎帮助咱家己，互咱会通安尼将做一个快乐的长者。我想伫咧即个内底有真好的即个。会通帮助咱有真好的体验，所以若是对即个课程咱有兴趣咱会通甲着即个咱的会长苏慧老师来报名吼若是伊相关的遮个迄落资料，拢伫咧即个公布栏面顶伫咧即个报名的顶面，即马渐渐来拢用即个网络咧报名，所以吼。咱的长辈若假使咱袂晓报名，请咱来找干事，干事伊有法度来替你报名，但是你毋好干那甲伊讲我要去参加，吼，咱的干事已经甲我反映几啊遍，因为内底即马咧网络报名的时阵，有拄着一寡代志，就是伊有一寡个资的问题，是干事袂使直接替你拍。是你家己需要去输入，你敢会使讲我要报名，请伊替你来去填写等等遮个，但是即个部分需要你参与，毋是干你一句讲我要报名就规拢等互伊吼因为咱的干事即边遮伊嘛真无用，有真侪代志需要去处理，所以咱若对即个课程有兴趣咱会通来去参加安尼来帮助咱家己。以上特别的即个补。但是咱伫咧后壁面，佫有即个，那就嘛是一个新的朋友的款。贤泽，你坐在你旁边
那位穿黑色衣服，嘿，好像没有不认识你，能够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乌迪，欢迎。啊，咱吼，请等下礼拜三吼，咱嘛会通有一寡咱的朋友来去甲伊安尼交陪。以上。好，这时请大家提出代祷函吼，让咱做伙来做祝福公祷，吼，因为代祷函分互大家吼，有人拢无看过可能，咱做伙来做公祷祈祷，吼。阮伫天顶的爸啊，阮感谢你，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搁赏赐阮济济食物，咧这个热天，足济菜丝、水果会当食。阮学罗你，阮感谢你，阮的主啊，你是全人类的毋茫，恳求你看顾拢总的受造者，怜悯阮的百姓，对咧罪恶中拯救全世界。求你保守阮的国家，恳求你赐福阮的政府，甲所有政府官员、受托的民意代表，赏赐因有智慧、仁爱、甲德行。来敬畏上帝，听百姓都无好的政治，来互国家甲人民每日拢会当平安喜乐过日子。阮恳求你，主啊，阮会恳求你。虽然阮人类造成即个气候的变迁，恳求你，这足热的天气，也是足歹的天气。赐互阮会当应对即个气候的变迁。主啊，阮恳求你，全世界拢咧足侪所在拢咧相战，恳求你，阮叫战争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较早结束这个战争，互所有的受难者、受苦难的百姓会当得到你的安慰甲扶持。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有当教会。咧遮会当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教会咧暑假有一个事工，恳求你使所有的牧者、牧长，甲同工会当领受你的旨意，好好甲所有的暑假的事工办好，互去搁较侪人来教会，来成做你的福音的。主民，主啊，阮也将教会设到70周年建堂的意向摆在你的面前，建堂的工作一步一步咧往前行，求你的引带，求你甲阮做伙来为着你的国度来开拓新的到拜堂，佫会当吸佫较侪人。来教会，来成做你的百姓。主啊，阮感谢你，互阮有教会会当来敬拜你。阮愿意放下家己，完全的放下家己，跟家己的世界来缀你。阮恳求你引带阮一步一步行咧你的路中。主啊，教会有侪人。因为身体无爽快，受着苦难，主恳求你，在苦难中，成做因的光，成做因的帮赞因行过这段苦难，会恢复因的健康。主啊，阮将教会所有的事工摆在你面前，感谢你，互阮有机会来服侍你。阮人的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做伙，因上尾啊祝福的诗歌，圣诗492首，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因全首，因诗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能够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步，假使我言行合你是正，赞我答你遵守你改变，互我伫黑暗中做坚定，对水错是袂人，这是我人生必经梦。是阮的主愿，搁一摆献上阮满满的感谢。祝你，互阮有侪侪遮的青年人有机会进入大专来受造就。祝大专侪侪遮的学生，因的生命的转捩点会通讲是拄好伫咧即个大专的即个时期，会通透过大专时光，会通帮助遮的学生有机会会通因的生命来得到转变，特别侪侪遮的原底毋入捌主理的，会通透过大专时光来接受主，成做因一生的主宰。搁伫咧迄中间来陪伴因生命来得到成长，来认捌主、经历主。主这需要有侪侪安尼付上代价，侪侪的耐心，甲着安尼气力来去帮助遮的青年人。祝你是阮祝福保守着阮遮的大专的时光的工作，互大专时光会通真正帮助着侪侪遮的青年人，因透过安尼因所做，会通互因伫咧因的心内时常有主，互因会伫咧教会的团契，伫咧所服侍的顶面，主你就伫咧因的心内点伫因的心内，来引带因、帮助因、来建立因，互因伫未来当因安尼毕业出业了后，主你成做因过来因人生另外一个路站的一个真要紧的引带甲施恩祝福者，来祝福伫即个大专时光。祝阮成做助理教会内面的一份子，阮也要伫遐关心着即个教会即个大专的时光，愿你圣神亲自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虽然伫宜兰的地区，阮无教会即个大专时光伫即个所在，祝阮也要会通伫咧助理所交托阮伫即个社区的所在。阮会通来真做关心宜兰大学的这学生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根据地，互侪侪遮的青年，因为你的教会伫遮徛起，祝阮真做迄个关心因的人，互因也会通，因为伫咧即个就学的即个期间，祝阮伫迄中间来关心因、帮助因、建立因的信仰。祝阮也参与伫迄个中间，互你的教会会通安尼培养搁较侪遮的青年人、青少年人，互因伫过来的日子内面会通若认捌你，搁较经验着主你的大气力，施恩祝福伫因的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同齐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
待会有爱餐哈，阮今日爱餐是方美长老哈带爱餐主做的哈，阮感谢伊的帮忙。所以待会请大家移步到外面有爱餐。